我第一有看到，我感觉奇怪，这物件到底是红什么货啊？啊，毋就是只机器伫遐咧走来走去。真正咧，我的想法跟你同款。对啊，要毋过吼，到最后我看了后吼，我变粉丝啊。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我一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友丁。你刚咧激什么古锥啊？哎呦，你敢知即摆上红的一个放假叫做天竺鼠车车？哦，你咧模仿迄个？哦，我咧模仿伊内底迄天竺鼠。哦，就是人咧讲的猪仔翅。是。所以你咧模仿迄个？猪车。嘿。但是歹势啦，我毋是要甲你打叫。嘿啦。因为你看人迄影片内底迄个猪仔翅啊，安尼圆滚滚就古锥的呢，啊你啊。3个薄饭，差伤多啦。啊，但是可爱度、古锥度，你袂输伊啦。哦，我嘛是真古锥的对啊。我相信即摆一定足侪观众朋友一定看过《猪车车》这个动画。嘿，啊，咱先甲咱的观众朋友讲，这个天竺鼠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哎呦，天竺鼠其实吼，你之前甲我讲过，你比较较定讲。嘿，我真靠有讲猪仔翅。猪仔翅，猪翅对无？嘿，阮是用讲环翅。哦，你拢讲环翅哦。哦。环翅较济，啊无就是闭翅，要毋过吼，身躯边仔朋友吼，因咧讲吼，因是较定讲猪翅。嘿。我用猪仔翅啦。猪仔翅。猪仔翅。猪翅都袂使。啊，天竺鼠车车，安尼就甲翻过来，就变猪车车。啊，你咧报台语新闻时，应该嘛是有讲过猪车车。有，我嘛是安尼报。对啊。猪车车。所以我这个我会知影讲有这出的动画漫画吼，我爱感谢你甲小编呐。系因为你先甲我讲。哦，有这个物件。哦，原来即摆就红诶。啊，新闻就报啊。啊，结果咱的华视在地新闻就开始报。是毋是？对啊，所以华视在地新闻做对着时代呢。当然啦。所以咧，爱收看。收看。对。华视在地新闻。对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小龟啦，小龟龟，甲咱介绍一下，甲伊讲阮遐尼古锥的猪仔翅。我先讲吼，我看到这猪翅车的时阵吼，我的感想是啥物？我第一有看到，我感觉奇怪，这物件到底是红什么货啊？啊，毋就是只机器伫遐咧走来走去。真正咧，我的想法跟你同款。对啊，要毋过吼，到最后我看了后吼，我变粉丝啊。哦，真的哦，你变迷将就对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伊迄，你看到伊迄画面的时阵吼。你感觉家己就是一个啥样的日头下骹冰角，一块冰角，就互迄日头呢用较阳气感觉。哦，你这个有形容哦。哦，系哦。挡袂掉。安尼伊到底是内容是咧讲啥？你无讲一个。对啊。其实吼，伊逐集拢打2分外。拢2分钟、3分钟尔，短啊。嘿，啊上厉害是伊2分外，就讲完一个故事。啊，搁一个最重要的，伊无任何的口白，无任何的对白，无任何的对话哦。干那这个猪仔翅的迄个叫声，啊，这个叫声真正是伊的叫声。咱现实的这个猪仔翅，伊的叫声就是安那，安尼。啊，你伫影片内底听到的声嘛是安尼。啊，听讲吼，有真侪人干那听到这叫声哦，就甲小龟共款扬起啊啦。是啦，真古锥啦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搁一个特色。伊第1集的时阵啊，伊咧讲的代志，伊全部拢是有考据的。哦，拢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黑白演的，不是黑白演的。其实吼，猪翅吼，猪仔翅吼，伊有伊的习性，伊的特性，伊就是爱模仿，伊会对人做，对伊边仔的猪翅安怎做，伊就对伊做。譬如讲，伊咧排队的时阵，伊的一个，伊就安尼排好，一个安尼挖好排好安尼。伊看人咧排队就对咧排啦。对，啊第1集啊，伊就是咧讲吼，踏车的时阵，踏车，啊天竺鼠车车，猪车车，伊踏车的时阵，啊一个排伫遐。啊是爱踏车，因为第一台咧作怪。嘿，啊，迄个驾驶啊，迄个驾驶伊就伫内底听音乐的，啊，迄当时耍手机，伊就是红灯的时阵咧听音乐，啊，结果一直听音乐，听到拢迷醉去，车顶已经倒啊，也毋知影要过，是啊，啊，结果伊后壁一大阵的猪仔翅，
就对伊安尼停一半摆，嘛袂叭叭叭，嘿，嘛袂，因为伊拢对模仿的模仿的行为，对，所以拢袂去扒。对啊。但问题是出哩有一台上后尾迄台啊，上班要伫倒啊？应该是救护车。救护车啊，对啊，救护车伫后壁。对啊。哎呀，我想讲上尾迄台是救护车，内底载一个病患，你要无开啊？对。嘿。哎呦，你有看到这上当然啦。你看记甲比我清楚。当然啦，啊，叫我头前拢塞车，伊无法度过。结果就是这台车，救护车头前迄台。嘿，啊头前迄个驾驶吼，都是导演的阿姊啦。对啦。爱看哦，后壁有救护车。啊，而且伊看迄内底迄个病人伫要转去啊。是啦。啊，然后内底迄病患的家属一直咧哭。做危急啦。流目屎嘿。啊，伊就爬去你伊迄台车。头前。啊，就开始飞。啊，开始一台安尼甲爬过，爬到上头前咧，啊，行过。啊，甲上尾迄台迄个终于，警察赶到位，甲铿起来。铿起来。啊，你也感觉我讲了无清楚，家己去看，家己调鸦片来看。因为咱要讲这故事吼，实在是有一淡薄仔困难啦。袂啦，无，毋是啦，困难的点是伫讲吼。因为咱讲袂出迄种的古锥刀，所以啊，咱看这猪饲啊车的时阵啊，你有啥物感觉？讲实在会解郁啦，解郁，就是人咧讲的啥，可以安尼，互咱郁卒的心情安尼暂时放下，是，对无？是啊，啊2分半的时间，啊，家己伫迄个剧情内底，啊，感觉哦，哪会遮尔古锥啊，安尼。啊，不过咱而家嘛要呼吁咱的乡亲士多好朋友吼，因为进前迄个就讲，惊讲吼，到时阵只个红起来吼，大家开始去买迄个猪仔翅来饲，啊饲的，那迄个封条一个过，佫共单条，安尼就有毛。是啦，你也当作感觉猪翅做古锥，你想要饲，看饲狗啊、饲猫啊共款，你爱负责到底。爱伊就唔通甲蛋杀。对啊，啊唔通黑白放杀，啊，佫有人咧讲算像，因为猪翅吼，伫古早的时阵啊，伊是会当摕来食的吧？哦，你无讲无人知。有人来讲吼，你无要饲的时阵就甲煮来食。安尼敢对？安尼嘛唔对啦，安尼因为伊是算是古锥的动物，啊你食，伊真正会使食？伊会使食，伊是食用肉体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我无确定啊，因为你唔通黑白食，因为你唔知影伊身躯顶有啥物传染病，有啥物迄落，你嘛袂当黑白食。所以网友咧讲生笑的代志，咱嘛唔通讲上多。啊，要去对看？要对看，系啊，要对看。你只要去 YouTube 顶管，去搜寻木棉花。啊，逐天的拜二下午7:35，更新就有新的一集会出现。对啊，咱今仔介绍猪翅啊车的台语面啊讲，啊，大家吼，就会当时常咧看的时阵就想到猪翅啊车，伊的天竺鼠车车的台语叫做猪翅啊车哦。对，安尼后下这时间继续支持。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今摆已经到第3集啊，对吧？嘿，第3集。我拢有看，你拢有看？好看，好看啊！啊，恁翁敢有看？我介绍翁看。啊，恁翁讲啥？伊讲，无啦，无大家人看。有啦，伊嘛真解郁，嘛真解郁嘛。对。哦，啊，恁翁是警察嘛？对，警察。警察啊，看到迄伫遐好踏车伊。啊，做警察哪较简单。哦，你无看伊猪仔翅用安尼三两下就甲迄。困境解决，哎呦，事实上吼较简单。是啦，哎，毋过伊迄剧情就是，互大家感觉啊，车古锥啊，大家安尼爬来爬去，飞安尼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认真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恁个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